修行思维，五祖明日，敬其欢喜，正我依法有言，欲言不堪，自是我也。所业重担，不合必法，信以难测，帮助互相做无不安，一致无间啦。当然咧，新秀咧，甲为着了这首词咧，会使讲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伟大，非常的伟大那么呢，这个新秀词写了后呢，当然伊个倒转去伊的房间，那么呢无人知，伊想无做明仔载来起来，见其欢喜，见其欢喜，安尼伊写了符合无做所讲的，达到见性，也见证。那么伊就讲到，安尼我依法有言。就是讲无枉费伊来到这个山岳甲五祖修行无枉费啦。那么那如果呢，伊所写的袂当符合，那么呢，这是我的疑问。那么缩写的这个业障，那么讲到这个业障来讲起呢，相信大家拢知影。而且甲咱讲，所谓业障呢，就是无始劫来所做的业因。将我所修，将我所修业，所为的一切业境，包含有形无形，乃至将来土地出现的一切困境，称之为业障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咱讲关心地方甲咱讲600多年来，任何人袂当无业障。所以讲呢，伫咱的修行当中呢。咱来甲修，每干要一道困难，敢有干咱大陆面有遮久敢当面来听这个，拢会了解。咱要来感觉就简单。咱来甲想讲，最近呢，开迄个大陆班那么有咱在经理遐浅显，当然，伊要班到干。这个都叫咱在，你一个困到，迄个嘛袂错。咱咧讲大陆班，咱若有去的，你入来出来，除非讲有人因为伊犯这人所无怕紧有人过无爱互伊若无你入来出来，你搞感觉，咱咧入班敢是讲要入来就安尼处理，敢是安尼？但是迄个浅显是安尼。迄个浅显是安尼的，伊要入来袂当入来，毋是人无好入来，因为伊是班员，他人好入来，是普遍的无入来。那么当然伫个当中咧，爱先甲看伊来入来。那么迄天来咧前口，因为伊国语班，互我伫迄班内底，伊甲学拢坐伊咧听课。要入关的时阵，佫有状况的呢。组长，你感觉呢？要入去的人拢要进去分堂签口，伊佫有问题啊咧。佫有问题啊咧。尾啊咧，分堂知影人啦，一寡浅显伊，袂甲伊按摩的好伊就甲知影，你没有看到我要生气了，你要应该跟我你要生气。你要给某某人，某某人呢能够顺利的来立院，他把功德回向给你，安尼甲安抚呢，安尼甲讲呢，无伊讲伊个真正好啦，无我就徛伫边仔。所以咱若甲想咱拢因为咱袂小顺，较毋知影可贵啦你若像因的我想讲，真正有影呢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，咱就会当知，因为这是过去的祖师因缘，来去将来的，伊要来入班，要来进步起来的对所以讲咧，将我修行，包含有形无形，咱伫修行这条道路上，若有障碍，咱一定爱有智慧去甲伊关照下顶，就是咱宿世的。
咱所提因缘，唯有你坚定的信心，其实来讲，你会当突破迄个困难，你可以。你若无迄个心念，你见不？所以讲你若有迄个心念呢，你会当求佛慈悲忏悔的，慢慢的，你就可以成就那种因缘包括咱爬山因缘，有可能咱无去看白爬山迄因缘，雨较虽然是无看到，毋过咱迄阵前线刚来听你讲的，业种的可怕，因为伊爬山迄因缘以前的，咱讲业种，啊上个听你讲嘛有感恩，迄阵去断个爬山迄因缘了，佮包括国家的，佮包括咱爱上前线，迄阵大家讲如临深渊安以无边，行安做无业，因为伊看着爬山的因缘。业种遐冲破的对啦，迄阵佫包括国家拢继续心意安稳，迄个心呢，较毋敢往面打对。因为安怎讲有去看着，因为咱无看，伊听咱讲的业种，叫做业种。你有去看着，迄个利害关联，你来辨识，才会如临深渊。所以讲呢，而家。心绪嘛，甲恁讲啦伊若无法度咱先做出了迄首义，会当做家肯定当然伊讲这是所谓业种啦，有诸事因缘啦，而且呢，咱佛法呢而且嘛提出来，叫咱大家修到这条是千金万代。那么呢，有互咱心念一直会生出了叫退道的心。咱无爱参不离道的心，咱一定爱更加去注意，更加一定爱去注意，咱一定爱去牵扯，一定要坚定信念，一定要操。那么伫这个当中呢，这就是咱过去的做啦。一世人咱大家去做，我来去做吧，无可能啦。但是过去是唔知啊，咱唔知。但是若依照这首这个话来讲呢。当然，咱嘛一定爱去注意的，所以伫遮甲恁讲嘛将我所修行嘛，那么呢，将来破灭出现，互咱菩提自信要成长的有困难，这个有形无形当中里面的点点滴滴，这咱就是爱去甲想，就是无形当中会有障碍，安尼变怎，就是我能改的，看你要改。所以讲呢，而家都叫咱大家做一个互相的勉励提醒，咱无想讲会想讲唔爱修算了，甲修的嘛就艰苦，就做到有想到老一定是，莫安尼啦，不要这样，我感觉咱日子我听。因为人咧看袂出，因为咱人咧有可能有色心、有私心，若天咧看不一定，所以我毋通甲拄仔咧讲，咱咧做诶过程一定有人落落后面险诶，你也莫知，有是人像人讲诶安尼改变，无诶，咱就是以气壮改自然。你要甲肯定也好，不甲肯定无也没关系。做该做的就好。因为每个人的观点角度会不一样。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注意啦，修这条路一定爱把光心不积习啦，两烦恼心，沿着东方啊，无以经常